如果其他旁听的，如果你要练习翻，你也可以试着打在旁边哈，就是你看你翻的是哪一老师，这个上次好像有翻过嘞。翻过了吗？这个翻过了啊，那就对，下一句，下一句，好来，好，谷仓，好，好，第一句、第三句、第四句，好，修然是第一句了哈。那这个第三句可能有点问题，没有关系，你就按照那个翻哈，可能我没有对好哈。所以这个谷仓哈，存放农作物，然后防止老鼠进入偷吃啊，主要是要讲这个部分。那个书写你不一定要翻第三句了，你看你要翻的是哪一句哈？可以，然后按照你的这个方法哈，到时候你跟我讲你翻的是哪一句，那第三句应该是另外一句了，嗯，那如果说是以我们讲我们恒春阿美语的话，我们讲谷仓叫我们叫谷放，可能马兰也是有可能是叫谷放哦，马兰方言啊谷放。那通用词就是阿里力啊。好，如果这个单词你不会呢，你看要怎么构词啊？放东西的地方嘛，啊，放农作物的地方啊，就叫谷仓。那我们一般呢，老鼠通用词大概叫阿鼠哈，阿鼠，这个是通用词哈。那阿鼠呢，就是像这个否定啦，否定就是鱼，吉浪叫树，这种叫集合名词哈。阿鼠也是，但是老鼠还是有它专门的这个词汇哈。所以我们如果讲这个，我们讲古拉放，我们讲古拉放就是这个甘蔗眼的老鼠哈，叫田鼠，古拉放。好，对，好田鼠吗？对，好，古拉放。那如果说是这个，我们讲这甘金圳啊，我们讲甘金圳叫是尖嘴的啊，就是家里面的那种嘴很尖的、很小只的那种家里面的老鼠哈。那我会的只有这两个了哈。那看看你的方言有什么？所以就是我讲的肉，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哈，就像吉浪树什么树什么树，鱼什么鱼什么鱼哈，是不一样的哦，每一个名字不一样。好，书写所以我写好了哈。好，我写第五句啊，第五句。好，OK，第五句，等一下哈。
第五句，好，Ubinaangan tu pinaruma ku alili sakatsaao kakaan no alu 好，可以哈，基本上有翻到了哈，乌是哈是 binangan 那安案都可以哈。那如果是这个词是一样的哈，南岸哈，这个两个词是一样的哈。看你的方言哈。阿难那岸哈，不比那鲁玛，管理的是这个仓库式哈，这个句法结构是最标准的结构哈。不是阿里利哈，这是谷仓哈，谷仓就是主词，所以这里的主要的动词是什么？是是哈。好，萨嘎扎奥哈，避免因着避免，因着不会嘎嘎安诺路哈。那基本上哈，这个呃，这个嘎哈这边再讲一下哈，它是个词缀哈，所以它不应该单独存在哈，它是个否定词缀啊，所以基本上它是扎哈扎扎扎嘎啊，所以它前面再加个萨嘎，因为什么原因不会不会，然后后面再加个奥这个词根真正的词根就是这个扎所以萨嘎就是什么原因所以这个嘎呢这个嘎当然是我建议了哈。那因为现在很多的书写法还是有一些问题哈，在我认为是有问题了哈，但是因为这个改不了哈，也就是说，嘎呢它是个词缀，它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它跟都、乌、姑是不一样的概念哈。好，这边提出来。好，这个是书写的哈。好，我看一下品节的哈。好，那都已经上线了哈。好，等一下哈。品节你是翻的第几句啊？也是第五句吗？第五句。好，没关系哈。好，反杀风案哈，这个很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构词概念哈，就是说，如果你不会那个单词，你就是用这种构词法是一个非常规范的哈。好，你用古法古法就是我们恒春阿美语就用古法哈。我八大风案供应东西的一个场所哈，岸就是地方啊。好，比当鲁曼这个没有问题啊，植物哈乌萨嘎扎奥乌萨嘎扎爱，乌萨嘎扎爱，比达告多数当然是用偷这个词达告那主要这个偷吃应该它的词重点是吃嘛是不是？那个品节，所以你应该还是用吃用吃这个词，你修改一下好，偷吃嘛，它的重点不是偷是吃，是不是？没有错吧？对，这个两个词偷吃的主要的动词是吃所以你可能要把它改一下，修改一下哈。好，好，看一下拿出的哈。拿出你是翻第二句吗？第三呢？好，没关系，好，第三，看一下哈。
好，我比阿难案哈，你就用阿难了哈。我们刚刚有讲叫那案阿难哈，都一样哈。比阿难案都哈费过阿里里啊，你是用哈费哈，就是这个小米。我是刚才刚刚按我中哈，当然你这个基本上跟这个书写的这个概念是一样哈。好，阿里里哈。那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音呢哈，最好是按照新九阶的这个字去写哈。如果很多小问题，就是因为这些符号啊，它可能会给你打错，就麻烦在这里哈。那好，基本上好，务必阿难案都哈费挂里里哈。那如果说你是用哈费的话，老实讲不够哈，因为我们的农作物呢不是只有哈费哈，那个基本上也是可以了哈。那个那若有没有听到我说的？因为你只有讲小米，它是农作物，农作物不止小米嘛所以最好还是用什么？比纳鲁玛，比纳鲁玛哈比纳鲁玛哈。好你自己改一下哈。好，我们先看那个秀兰的哈，等一下再看一下那个品杰的哈。品杰的应该没有问题了。老师，我那个有修正哦，沙巴德利改成巴巴德利案。沙巴德利你有修改哈，好，没关系，我看到了，好，看到了。好，你是用放可以哈。当然，基本上那个意思是有表达了哈。放当然也可以说是储存哈，也可以哈。但是我们有储存这个字嘛哈，就是尽量用储存，因为放就好像这个书本跟这个拿案，它还是两个概念哦。书本就是拿了不能动，拿案是什么？放着就等于是放，你的概念是放在那边还可以拿，但是书本就不行哦。书本是我要慢慢存的，是不能动的，那个叫书本。好，得力呢基本上跟拿案很接近，但是得力它的关键就是放而已，但拿案就是可能它很多一直积存储存，它有储存的意识在哈。所以阿里利乌沙巴德利所以你的概念就是你的这个结构哈基本上就很像中文。阿里利谷仓阿里利乌沙巴德利都比纳龙嘛，有没有？你的这个概念有没有？就你这个结构是中文结构，因为谷仓是主词那个阿里利摆在后面哈，乌沙巴德利都比纳龙嘛谷阿里利。有没有？好，就是像他们这样的那个结构，就是因为谷仓是主词，然后后面是动词，然后怎么样？受词。好，好，沙比不好堵住，对不对？沙比不就堵住，堵住可以防止老鼠进来这边加一个阿弥陀阿弥陀是阿弥达告古曼你这个就是每个字都翻到了。偷吃你大概古曼好，没有问题哈。好，那你这是在那个阿里利摆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结构了哈。调整一下哈。我沙巴德利改成比纳案是吗？也没有问题啦。但是你就是后面要加案加案。可以用巴巴德利案还是沙巴德利案？沙巴比较好。沙巴比较好。因为沙巴就是专门当做干什么的，如果是巴巴呢，准备。有一点点差。有这个差别是吗？对。沙巴就是专门当做干嘛的，那叫沙巴。巴巴就是准备用的。对，准备，它的意思偏向那个地方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品杰的他有没有改好哈？我帮他方案都变成了嘛？我发我这个照比巴嘎恩好，品杰你这个
比巴嘎恩就好像是当做供应吃的。好，了解我意思吗？我这边给你改哈，直接改哈，从这里。我萨嘎扎爱比嘎恩，好，比嘎恩就好了。不能努，不能多了，要努。好，好。我把它封案都变成嘛，古放我萨嘎扎爱比嘎恩努住，就是让老鼠属于老鼠怎么样？不能吃，不能去吃。好，那就是我不用改成嘎嘎恩吗？还是比嘎恩也可以？不能嘎嘎恩。好，可以讲萨嘎扎爱嘎嘎恩也可以。好，就是说。用 B 跟嘎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为什么？因为否定后面都是加什么 B 跟嘎，有没有？了解我意思吗？否定的后面都是 B 跟嘎，有没有？我有没有讲过？有吧？有。基本是这个规范哈，就是说否定的后面不是 B 就是嘎，好，所以你不论是 B 还是嘎都行，都行，好，我看一下那个改的哈。我变按都变成罗马挂里我这个按说好，没有问题哈，这个可以哈。好，现在就是说这个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的翻译哈，就是希望你能够跟中文对应哈，就是谷仓是主词，然后动词、受词这个概念我们要比较清楚。那对我们学生来讲的学习会比较能够对应。如果说你的中文是那个是主词，结果阿美语不是，那就很麻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翻译都是有这种问题哦，普遍的问题都是这样子哦，而且是在9阶教材里面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好，那后面的长句的呢，可能比较不会出现，比较不会出现。好，所以我这边要强调的一直在这里哈。因为他不是说话哈，那说话就过去听清楚就算了，可是你文字摆在那边要对应这个是主词那个为什么不是这个是受词，结果不是，麻烦在这里。好，我们看下一句哈。好，瞭望台在部落的入口，只有这个马兰它是周围，我觉得这个它这个就是有问题了。瞭望台在部落的周围，瞭望台应该是只有一个了，它周围的话，它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瞭望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作者呢，他把这个自己调整了哈，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哈。好，那你看你要翻哪一句来看一下哈？第一句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5句哈。就有时候中文呢，老实讲没有办法对应到我们阿美族的思维哦，有时候哦，所以你自己要调整调整。那这个作者不是马兰的这个作者，他为什么要调整？因为他认为跟我们就是跟马兰的这种概念不太一样，所以他自己调整，把中文调整会有这种现象哈。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部分，我们就讨论这个翻译就是中文跟阿美语是不是能够对应。好，这边对你们比较难的应该就是观察这个字观察动静。如果你不会这个单词，你看看你用什么单词，它的词根是什么，然后加什么，或者是词组就像那个刚刚那个品杰他翻成偷吃呢，他有翻到偷，但是偷吃主要的重点是吃，并不是偷是怎么吃？是偷吃，拿起来吃类似这种概念，就是你要把那个关键词先翻到那因为翻译是只有高级才有了翻译中高级好像没有翻译，中高级只有写文章写短文那高级就有翻译高级有这个
中文翻阿美语哈，阿美语翻中文哈，阿美语翻中文大概比较难度不高了哈，难度比较高大概就是中文翻成阿美语哈。好。所以观察这个字呢，哈，就是每个方言都不太一样哈。那我会的单词，我现在记得住只有一个哈，苏拉，苏拉。那如果是马兰呢？这边没有人用马兰哈，马兰就是用一宁，一宁呢，或者是黑宁。也可以用这个字哈。那如果最简单的话，就是从上面往下看啊，罢了，就是你最起码你的单词要对应到那个意思啊，接近，因为观察这个字本来就比较难，好。那你可以查字典哈，就是你的方言，这个应该是，就是这个单词应该是属于中高级以上的单词了哈，中高级。动静啊，那动静就是什么？行动动静哈。好，书写好了哈。书写你是翻第3句是吧？等一会哈。好，isa jumut nunyalo ko bikazawan啊，我比说那半多那个暖啥好，这个就是用非常简单的单词哈，非常好哈，他用拉嘎哈，拉嘎其实就是等一下我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词哈，好，所以在这里呢，它其实是个名词哈，好，伊莎周末再进口当做进入的哈，努尼亚路部落国比嘎扎万哈瞭望台在部落的属于部落的入口，是比苏拉办当做观察哈，都行动哈，拉嘎走动好，努阿达敌人哈，好，这个非常好哈，好，品节哈。这花絮不好弄。好，一笔中木站也可以哈，一笔中木站的鸟肉过比嘎扎万哈，我是比苏拉都德米马达哈，好，你用德米可以哈，德米就是
动作，这个理论上基本上也是可以啦，你会用 the make 就不错了哈。the make 其实就是动，身体会动啊。好，基本上也可以哈，也可以。那好，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哈。好，再来，修染了哈。好，在中站，好，没有问题啊，在中站，好。在中站努尼路阿扎旺sabihin ng tuna tiny ay ata YY 哈，好，你这个翻得很好哈，所以基本上也是对哈，但是就是说你比较没有那个主词的概念哈，瞭望台瞭望台它是主词哈，所以这边呢那个哈孤孤阿达旺，对，用孤哈，用孤哈，嗯，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出现在这里，就是这个跟孤哈是通用的。那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呢，它就是属于词组，如果是孤呢，它就是句子。这边我要特别强调哈，就说因为我们的哈，甚至于可以用 nu， 可以用 do。有时候这个句子是通用的哦，但是就是我们是要表达，你看到他为什么用 no 用 do 用 gu 用都可以哦，但是意思不一样哦，是吧？一个是词组，一个是句子。如果是用用 no 用 do 都是词组，用 gu 才是句子。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看到很多的翻译非常多，那这个部分呢？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不是句子的概念，它是词组的概念那 do 当然是它有指定的对象 ，no 是什么？属于它有功能的问题，功能或临属的问题。是什么？它是连接。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好，这边呢，沙边嫩也没有问题还是最好是加乌乌沙边嫩要加乌乌沙边嫩都那带你爱。说呢那些来的敌人的YY 好 YY 这个词就蛮好的了哈YY 其实就是行为行为好。老师这样子也可以变成是动静吗？你说 YY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这个动静就是行为嘛，动作嘛好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可以是好那录滑鼠好，他用伊朗伊朗固有没有问题好，伊拉国比卡泽万有瞭望台在哪里呢？你是要中文努尼亚路没有问题它是用有这个字来当主要的动词好，我比克出兰很好，格住了呢，格住了这个词就很好，格住了就是从上面往下看的意思我比克出兰米能能我比克出兰米能能多拉嘎努我比克出兰米能能很好好，所以他就用这个格住了格住了这个单词很好格住了这个单词YY 也很好那就是说最起码我们当然这个苏拉
啊。Sulab 呢，它主要是，如果你去查哈，个做的呢，它是只是什么？就像嘎造一样，如果你用嘎造也是可以啊。ubi 嘎造阿明能能度，那个你用嘎造这个词也可以用，不一定用个做的啊，或者是能能，因为嘎造本身就是什么？瞭望有没有？守护，嘎造这个词就可以用了啊，不一定是这个 Sulab 哈，打巴个做了哈。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哈。那这个并且哈最好你还是用那个拉嘎这个词是最好用的，就是这里面来讲的话哈。拉嘎好，拉嘎就是说拉嘎它有行动的意思，它有走动的意思，有没有？对对，所以动静就是走动嘛，是不是？那你是按照那个字的 make 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身体在动，不可以动是我的身体不可以动，是那个动哦，跟走动的动是两回事。好，当然你这个已经有翻到那个意识在了哈，但是你的分数就会被扣掉，只差那么一点。那用拉嘎是最好的哈，好不好？给你建议一下。好，我们看最后一句，这一句哈，这是我们阿美族的传统建筑哈，那是我们阿美族的传统建筑哈，这是那是都可以哈，看你要翻的是哪一句哈，传统建筑看看传统建筑应该怎么翻。那我们的标题，好，我们的标题我们上个礼拜哈，我这边没有打进来，你可以参考一下上个礼拜的那个标题传统建筑，好。哎呀，不滑鼠。好，传统建筑哈。刚刚翻的这一句哈，你看我们的开头都是一哈，都是一，所以你要去思考为什么都是一哈，都是一你们翻的非常好，都是一哈，所以这个一是什么？它是个动词词缀，好，它是个动词词缀，在所以就是我讲的，我们的开头哈，我们的字就是句子的开头，不是呜就是一，再来就是动词，就3种而已，没有别的了哈。一，所以为什么用一？通常是指地点或时间是一。呜的话就不一定了呜是什么好，所以这边的动词都是是，所以就是什么是呜，呜摆在第一个，所以这古尼古尼尼摆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我们阿美族的传统建筑呜在第一个字，古尼古尼尼摆在最后面，然后中间就是我们阿美族的传统建筑这个翻译的这个排列就是这个样子哈。
好，品前已经翻好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好，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什么什么古逆，好，非常规范哈。好。Sarumaan no matuasay no niyam upang哈。好，当然这个我们看一下哈。乌努好是属于哈乌努matuasay niyam aroma 好，你看用 sarumaan 哈。sarumaan no matuasay 哈也是可以哈。你看sarumaan 的话，它就是一个动作了哈，它就不是物品了啊。因为这边的话，如果你用按哈 sarumaan 啊 umi sarumaan 好 umi sarumaan no matuasay no niam upang zakuni 好，这样的话就比较接近了哈。那个品杰好umi sarumaan 哈。那你不要管它是咪，因为后面有按，有按它就名词了，就是所做的，是不是？咪沙就是去做哈。那当然你这边就是没有你的传统建筑就是用这个马杜阿塞，对不对？也可以哈。诺尼亚我帮扎，好，可以基本上你这个翻译已经是可以了哈，很好。咪沙鲁马按哈。好，书写的这一句比较简单哈这是我们的传统建筑哈。Pipatirengan no tatuasan itakuni ha. Pipatirengan. Pipatirengan. 好。no tatuasan itakuni 哈。好，我这边哈稍微那个一下哈。好，书写就是你看一下，你是用 B 对不对哈？那如果我改成 me 的话，你会有什么想法？就是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书写。咪跟 B 对，你是用 B 对不对？Pipatirengan 我没有说错哈，我是要让你去理解这个它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很重要。你为什么用 B？你用 B 是因为前面是乌是吗？没有，没有，都名词。对啊，我只是猜。你觉得这样比较顺？好像咪，我觉得好像咪比较好。你按所盖。没有，我跟你讲，你才是对的。因为你把敌人案就是说，不见得是什么，不见得是有那个传统的意识在哦。好，因为咪把敌人那个咪是随着个人的概念，那 B 呢就不一定是，B 就是他有应该要这么做，那应该是要按照谁的思维去做？传统的，可以理解吗？我要跟你讲的概念在这里，其实你是对的哦，但是你不会解释。那你把敌人案没有问题，去建立的，去盖的，对不对？可是盖我随便盖我没有说要按照祖先的，按照传统的，所以你把敌人案就是不见得是按照传统哦，
可是比巴迪伦案的话就不一样了。啊，我要讲的在这里这个概念哈。好，所以你是对的哈。了解的。啊，好，好。好，那说好，那说，哎，你又改了哈。来，给你按好。那个，然后你好像已经跑到花莲去了。好，看一下这个按照哈。哦，你把敌人按喏，来喏，帮着农民打给你按哈。好，也没有问题哈。那给你按就是这个哈。啊，这个哈，给你按哈，给你按其实就是古尼按了哈。但是古尼按呢，跟给你按它的差别只是在于，估呢通常是指比较大的东西，那给呢大概是针对一件事情，大概是有这个概念哈。你把敌人按有没有？你看所盖的哈，来的话就是它有顺序排列的意思哈。当然这个也可以当成这个传统哈。来努邦扎啊，那来努邦扎就是可以说是阿美族的传统哈文化也可以哈，给你按好没问题。好，修人的哈。好，uno dos Datu Asan， Datu uno Asan， dos Datu Asan， 我改了。散哈，后面改成按啊哈，datu asan哈，散对，按哈。kasaruma 鲁嘛，建筑啊，家吧，建筑，家。你讲的应该是家哈，哎，所以你后面有这个音吗？嘎萨鲁嘛，应该有吧？哪一个？哦，后面这个音有没有？应该有没有这个音？我说你有没有这个音？我没有加。不是，你有没有这个音呐？我们那个什么男士没有这种的符号呢。那鲁玛你有吧？有没有这个音？鲁嘛，有吧？你们怎么会没有这个音？有啦，怎么可能没有？有，你们有后摄音的了，怎么会没有？好，你看这个达杜阿善这边就有啦，怎么会没有？是不是有哈？ono datu asan kasaruma no 帮扎一大吉拉案哈，你像吉拉案哈也可以哈，因为那吉拉案的话是那哦，并不是这喽。但是下面有一句是那是啊。对，好，那就是你要知道吉拉是那哦，吉尼才是这哦。吉尼案。吉尼案哦。哎。如果说你这样的话，我就扣分喽。知道，应该是吉尼案。对，吉尼案哈。哎。好，是属于祖先的哈嘎萨鲁玛。嘎萨鲁玛不是建筑吗？对，达多阿山没有问题哈。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嘎萨鲁玛就是已经是形成常态的房子了。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嘎萨。鲁玛当然没有问题。那你为什么用嘎萨？大家所有的房子都是这么做的，叫嘎萨。那我们阿美族大概房子都是这样嘛，所以叫嘎萨。所以嘎萨有这个概念哦。那嘎萨尼亚肉知道吗？成为不是成为嘎萨尼亚肉就叫各个部落，是不是？可是这个各个部落为什么叫各个部落？是阿美族的。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嘎萨有这个概念在。各个建筑咯。对，它就是我们阿美族所有的房子都是这样的，就叫嘎萨。这边这个不是这是客家人的，这个就不是啦，是不是？那我们是阿美族的传统建筑，都是这样的，就叫嘎萨。已经形成常态的。形成常态的房子是阿美族的，属于阿美族的那个叫嘎萨哈。
老师，我问一下如果是部落的建筑的话，变成一个句子，变成是嘎萨鲁曼努尼亚罗，是不是这样子？对啊，可以啊，就是努邦扎努尼亚罗啊。所以哦，部落的房子是这样子嘛，阿美族的房子是这样子嘛，是不是？鲁马努邦扎，鲁马努尼亚罗，是不是？所以努啊，所以那个努它有邻属的概念，但是它有这个有功能的存在哦，那个努，它也有功能的存在哦，属于什么样的功能？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属于阿美族的房子，不是？属于部落的房子，类似努有这个概念哈。那所以传统就讲打独阿善可以对啊，可以啊，打独阿善的，你看乌努属于打独阿善嘛。乌努打独阿善这个很好啊，没有问题啊。好，基本上哈，我这边还是再讲一下这个有关刚刚那个咪跟这个 b 的这个概念哈。比如说呢哈，这个词还真的很深哈。我讲一下米杜阿塞哈，米杜比杜阿塞哈，这个两个字你看看，一个是咪，一个是 b 哈。所以米杜阿塞就是说，老实讲，米杜阿塞这个词哈，我在圣经里面哈找呢，只出现一句而已，只出现一句，就是一个词，没有了。哈，常见就是什么达杜阿善、杜阿斯啊嘛杜阿塞，但是米杜阿塞只出现一次而已，比杜阿塞就没有哈。好，那没有并不是没有哈，而就是我们可能这个作者他的使用概念不太一样，所以米杜阿塞就是我自己要怎么按照祖先的传统去做的人叫米杜阿塞。米杜阿塞是什么？我应该要按照祖先的传统去做的人。我这边要强调就是米杜阿塞跟米杜阿塞的差别在这里，跟这个比巴迪伦案跟米巴迪伦案，那个 B 就是有点应该本来就该这么做的，那所以它有这个传统的概念在。那咪呢就不一定，咪就是我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叫咪。我这边要强调的在这里，你不要小看这个 B 哦 ，B 它其实是比咪它的这个层次还要深它这个词缀的这个深度深一点哈。好，我们看下一个了哈。好，现代设施温努阿尼尼爱尼巴迪人尼巴迪人，我加入比杜古汉努阿尼尼爱我巴迪人案努阿尼尼爱，我大陆西兰努阿尼尼爱我尼巴迪人案努阿尼尼爱。好，那我们先讲一下这几个标题基本上一定要乌一定要乌，但是乌努呢它是不可以合在一起的，是属于努阿尼尼爱属于现代的属于今天的，属于现代的但是呢这边呢乌努阿尼尼爱尼巴迪人不够还是要加案比较好加案，因为它是讲什么？它讲的是物品设施建筑物所建立的当然包含设备，所以它应该是名词所以要加案不论是咪还是呢，基本上没有问题所以第二个乌加鲁比杜古汉努安尼尼爱他用杜古这个词杜古你看它还是 B 哦，用 B 老师，那个杜古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单词里面好像是告状一样哦，杜古。哎呦哇，那你们的单词是不一样。它杜古就是说它可以，它是很高的东西啦，顶向上顶的意思。它有点是那个杜古，杜古知道吗？杜古
这个字你查得到，读过读过啊，它就演变成读过。是哦，嗯，我们是够不过上可以说是柱子啦。哦，是，就是那个房子的柱子读过哈。那它变读过呢，它就是撑到最上面的顶，它就是往上顶，所以它有顶部，所以它有高的意思。加入比读过汉就是很高的哈。那他用这个单词基本上也可以哈。好，第三个乌巴迪勒案，乌巴迪勒案，就说这个也不太够啊。乌巴迪勒案诺安尼尼爱啊，就是这个字哈，乌巴迪勒案诺安尼尼爱，就是这个巴迪勒案就是当然就是建立的哈，建立的诺安尼尼爱现代的，但是这个字呢不太够啊，包括这个达鲁西蛋，鲁西是什么？去具哈，去具物品的去具好。那理论上这边呢，我觉得比较完善的还是这个秀姑兰哈，秀姑兰的哈，跟这个恒春温尼巴蒂安努安尼爱哈，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哈，比较规范一点啊。乌努安尼爱啊，尼巴蒂人不行要加按啊，乌努安尼爱啊，尼巴蒂人按这样就 OK 了哈。乌这边要用 B 比较好哈，乌比巴蒂人按努安尼爱啊。就 OK 了哈。我大陆西南诺安尼尼亚，如果说是设施的话，它不一定是建筑物了。那它这边的设施应该是跟建筑物有关系。那所以大陆西南它只是器具、设备还不太够哈，因为它这边讲一下邮局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医院啦，所以这个词呢还真的是不太够，就是马兰的这个部分的翻译它应该要按照翻译的内容哈来看这个标题因为下面讲的是什么医院、邮局银行它并不是器具，如谢是器具哦。好，我这边要强调是在这里，所以还是用什么把敌人这个词所建立的会比较好那就是说这几个标题一定要有乌标题一定要有乌一定要有乌好。我们把第一句翻好哈。来，花莲市离部落不远，那看得见的部落是义里哈。来，我们现在开始翻一下啊。那个品杰，你知道池上吗？烦恼哈，池上叫烦恼哈。好。那烦恼呢，不是只有台东有哈，那个花莲也有哈，花莲应该是那边中文叫什么去？直男池南对哈。寿丰乡池南村对，池南对。第一产那边的。对，它的那个池比较大哈，比那个台东池上的这个池还大而且蛮深的我也是走过哈。好，你看看哈，这个比如说这个玉里哈，玉里如果说是现在的话叫布斯库布斯库那如果是长滨叫嘎嘎扎万那台东是叫布宋那花莲是叫嘎林固所以主要的这个几个单词哈。好，有看得见的、看到的所看到的这几个动词但是这边有4哦，所以第二、三、四，所以主要的动词是哪一个虽然说有动词，但是它是属于什么的动词？它是部落，它是名词词组里面的动词好，
书写翻好了哈，我们看一下，所以他翻的是长滨的这个哈，长滨。好，我刚刚在问过了，马阿拉外阿尼亚罗，好，马阿拉外阿尼亚罗，好，这个很好，这是一个非常规范的那个古拉，好，那个是，啊，那个是长滨，啊，刚刚在问，所以在这里啊，那个部落哈，那个部落啊，啊，因为主要的动词是，啊，那可以看见，啊，那个苏贤，你现在只有翻到什么？看到的那个可以，好，啊，试看看可以，就表示他们是什么啊？它的距离是还是看得见的啊？如果再远的话就看不见，所以可以看到的，所以它有这个概念在。你现在就是那个可以啊，马拉外就是看到的啊，但是差这个可以，你试看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可以这个字啊加进来。好，我们看一下品节的哈。好，时尚就是烦恼哈。乌拉巴嘎能按啊，鸟了古烦恼，哈啊，时尚啊是那个可以看得见的哈啊，时尚是那个啊，因为你的主词是时尚，那个品杰，你的主词是烦恼。哦，弄反了。对，其实也不是，就是说，就是你这个翻译哦，就是现在普遍的问题。很多人当然有翻到意识，但就是说，中文跟阿美语它的主词是不对称的啊，所以你修改一下哈。啊好。嗯。好，这个拿出的哈，拿出的是义理了哈，不是故啊。所以你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概念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句子，你把它分成两个子句了。我马来西亚我不是故，有没有？而且你这个结构是什么？是中文的结构，那看得见的。所以说，如果这边改成乌拉阿玛阿拉维亚鸟类，就可以说是完全按照中文的结构了，有没有？乌拉阿玛阿拉维亚鸟类，不是故啊，这是中文结构了。那个看见的部落是玉里哦，可是你这个是什么？中文的结构。我希望你把那个玉里啊，部落是什么？是主词。那个部落，古拉阿尼亚洛，所以第一个字一定是乌啊，因为它主要的动词是乌啊，主要的动词是是。所以乌不是故，是不是？乌不是故，就像那个书写问乌嘎嘎扎万，古拉啊，这个结构啊。这是个普遍问题哦，就是说，当然翻译的是对哈，就是它是按照中文的结构。那看得见的部落是啊，乌拉阿拉瓦亚尼罗伊乌布斯库啊，就是这个中文的顺序啊。可是如果说按照句法结构，这就是不对称啊。翻译意是对了
但是记法结构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9阶教材里面普遍的问题啊，普遍的问题。所以阿多你修改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秀兰哈。Uniaro ayai ha karai tu tafaguan 哦，大法官是花莲市吗？嗨，哦，好，这个单词，这个部落在哪里啊？大法官，花莲市啊，整个就叫大法官吗？嘿嘿嘿，哎呀，好，太好了，好，我看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很高兴了。好，花莲市离部落不远，对不对？嗨，啊，所以你的这个否定词应该是在前哈，哦，在嘎热爱，拉爱姑，所以这边要姑哈，古大巴古安努尼亚热啊，都是吗？都鸟肉，这边改成姑哈，嗯，在爱嘎拉爱这阿耶，这阿耶，不啊，大法官都鸟肉是不是？嗨，这耶个热爱古大巴古安努杜尼亚热啊，都鸟肉是不是？嗨，啊，主词是花莲市哈，嗨，所以要用姑哈，姑是不是？大法姑就是花莲市，是不是？大巴古安，嗨，啊，所以动词就是不远，是不是？对，所以离哪里不远？部落是不是？离部落不远，对，所以是用尼亚热，哦，就是这个记法结构哈，你要当然你的翻译也不是不对，就是说，就是现在的问题都是在这里，就是说你们有些人的翻译就是说它跟中文的记法结构是不对称的，嗯所以你们要习惯这样翻，好，嗯，这样的话我们的教法才会正确，不然哎呀这真的哦，真的不骗你哦，就是我们现在9阶教材它的翻译意思是对，问题是什么？它跟中文是不对称的。主词受词是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哦，非常严重啊。嗨，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改的哈，并且无法闹过了八个能按按钮啊，这样就很好了哈。好，书写的是五个个早晚过了嘛八个阿拉 y 按钮好，加了个嘛八个阿拉 y 哈，好，嘛八个阿拉 y 哈，好，好。对马巴嘎阿拉外的话更好哈，马巴贝斯啊嘎啊已经是不会消失了啊。那为什么是嘎？就是已经是稳定的啊，就是你站在那个位置是稳定可以看见的，所以要嘎啊马巴嘎啊，这个词缀就非常好，马巴嘎阿拉外哈。好，那个品节呢是巴嘎能按哈，无法闹，哎。啊，无烦恼过了啊，无烦恼啊，过八个能爱啊，你了哈，八个能按啊，你了，好，没有问题了哈，基本上啊，凭借这个没有问题了哈。好，这个那对啊，我不是过吗？阿拉维亚你了，给他按哈，可以，那哈好，没有问题哈。就说我这边还是强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记法结构最好是跟中文是对称的啊。我们很多的翻译没有错，意思是表达对了，清楚了。可是这个翻译是什么？哦，我也讲很难听，这个翻译是最低级的，就是说意思表达通顺了，那个就是最低的。你再来的进阶是什么？句法结构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翻译的更好，词缀的应用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最起码你的记法结构要对称啊。那因为我们的9阶教材老师讲，就说我们这些老师他们当时编辑的时候，老师讲他们上的课程并不是很多他们能够翻成这样也是不容易了哈，不容易哈。那确实是我们要再努力进步了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到15分，好不好？好，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到15分，好，好，好，那里有商店、邮局和医院，好，商店、邮局、医院，你们看看这几个词，商店要用什么？商店你可以不用介词哈，我们有这个买卖这个词哈。那邮局跟医院的话，你没有办法了哈，它就是介词哈。所以商店就是提供买卖的地方嘛哈，买卖。那这个大概这哎哈，还有一个例外了，这是阿美语哈。一个把爹卖，那个就是介词嘛。对，就是我讲的，我们阿美语有买卖这个词嘛，是不是？当然你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用阿美语，也可以用介词哈。但是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有阿美语，你就用阿美语的构词法去讲这个单词，对我们才是有用。好，如果你一直用介词，那我们就一直说国语了啊。那我们以后就不用阿美语，都是用国语就可以了我的意思在这里哈，就是说，如果有阿美语，我们就用阿美语会更好哈。那我们的语言这样传承的话，会比较好哈。因为将来新的东西一定是介词哈，电脑什么东西那个都是直接借用哈。所以研明会的那个语言基金会哈，他们也在创新词哈，就是很多新的这个名词哈。但是讲实在话哈，这个在这个网络里面有公告哈，好像公告的蛮多的哈，但是有很多的问题哈。如果好用的话，我们这些老师大概都会用就是因为他们的词组概念不够，所以很多翻译的老师根本都不用。好，品杰不错哈，我们看一下品杰翻的哈。好，ilaku bazagayan yufing atau pa isingan itulah。ilaku 商店有所以这个品阶这个概念就很好哈。因为在这个句子上呢，虽然说有商店，其实因为商店有在那里哈，医院邮局有在那里，就是说你的转换是非常对的哈，转换成阿美语的记法结构哈。伊拉古巴扎干样供应买的地方了哈，可以哈，但是哈，那我们这个比较麻烦哈。好，品杰，我先问你一下，米扎盖是什么？买那巴扎盖呢？卖对哈，所以这个概念你有，所以可能不太够巴扎盖样。
所以巴扎盖亚当然是卖了哈，没有错，它应该是对的哈，但是你前面加个 B 会更好，好 B 巴扎盖亚，好 B，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结构哈。那白星岸本来就是已经是没有问题，供应医疗的地方哈，供应医疗的地方。邮病它就是邮局没有问题，这是日语介词哈。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哈，就是加 B 会更好哈。好，苏贤哈，好，苏贤这个就是对的哈，加个 B 哈。好，伊拉姑，好。Ilago pipa atsaan哈，有 feeling 都pipa 行案一定了哈，好，没有问题哈，好。再来是修兰的哈。伊拉个巴扎个耶，哈，有 feeling 都百姓案一定了哈，好，这个巴扎个耶，哈，那你是用这个爱来也没有问题哈。在这边这个爱呢真的是要看位置哦。如果是在估的前面，它就是动词词缀；如果是在估的后面，这一个单词它就是名词。所以人巴扎嘎亚可以说是人，好，卖也可以说是的卖的卖的对所以这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伊拉古巴扎嘎亚有病都百姓案一定了哈。好。那里可以讲一地了嘛？吼，没有问题啊，地牢啊，一地了吼，一地啦，一地了。可是如果是一地牢的话，是不是比较远哈？那里呀，那里呀，这里那里。对，就是那个不是问题了，一地啦，一地牢就是我知道你们后面是一地牢的话，有点好像有点距离吧？有点距离，对啊。是不是？我知道是这个样子，一地啦，一地牢没有问题了，好，没有问题，好。都没有在线上了哈。好，基本上我这边还是强调一下哈，你们都像巴扎盖哈、阿扎哈巴利瓦的也是可以哈，巴利瓦这个词也是可以哈。所以这几个都是阿美语哈，阿美语哈。好，那巴迪亚麦哈，巴迪亚麦哈，迪亚哈没有问题，但是它是个介词哈，迪亚哈，它就是店哈，商店那个店的意思哈，店哈就是店哈。好，我们看，来下一句，我们可以到商店购买东西，我们可以到商店买东西购买东西、买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了哈，就是买东西哈。好，我们翻看看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哈。这边的重点是可以我们到商店买东西，但是加了一个可以这个就是你们要思考，我们到商店买东西大概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可以这个字可不可以翻到？所以主要的动词是这个哈，买。好，谁买？
我们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动词一定是第一个。好，我说第一个是指什么？在主词的前面哈。那因为可以到商店买，你看，所以它是个动词词组哈。可以到商店买哈，它是个动词词组。但是麻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我们就是主词，就是 S 呢，它会插入到第二个位置哈，很麻烦在这里。好，但我是希望你先练习把动词词组放在一起，对你们会比较好哈，对你们会比较好哈。好，书写放好了哈。好，mga kita tarapi paacaan ami aca to lalusitan哈，基本上这个是对应的了哈。mga tarapi paacaan ami aca to lalusitan哈，没有问题哈。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标准的结构哈，因为 kita 是在就是主词，它会把动词词组拆开，而且是占据第二个位置啊，第二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啊，它其实是个动词的词组哈。好，mangaya tarapi api paacaan ami aca，就是可以到商店买啊。谁呢 ？kita 我们啊。那如果说是买什么呢？拉入鸡蛋东西哈。基本上是对了哈，拉入鸡蛋哈，拉入鸡蛋。如果说是拉入鸡蛋，基本上是以器具为主哈，器具用品用品哈，器具用品，它真正的意思就是器具用品哈。好，沙凤的话这个概念比较大一点哈，沙凤这个概念比较大一点哈。好，我们看一下品节的哈。mga ay kita mitsakai dorarusitan ipi patsakayan好，很好哈，这个也是很好哈，也是一样的概念哈，这个 kita 摆在第二个位置就是最规范的哈，所以 mga ay 这个就是动词词组哈，所以我之前有讲过哈，主词后面如果有就表示它是跟前面有关系有关系所以也就是这个样子哈。一般来讲，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理解当然能够这样是最好这样是最好哈，因为这个才是标准的阿美语记法结构哈。都lalu silan i pipa zakayan pipa zakayan 好，很好哈。
好，秀兰。Matna kita misalkan itu cacakayan i pizakayan ha pizakai 多了一个 y 嘛哈。Pacakayan，哦，i pizakayan 哈。哎，好 ，matna 你们 matna 是什么？可以。可以，啊，matna 是可以哈。哎，madengai，哎，哦，那应该是 matna 吧？我听成是 matna 哦。madengai，对，应该是这个哦。哎，对，madengai，应该是 matna 哦。对，啊，应该是这样子 matna 可以哈，能够。好 matna 就是能够哈，能够。对，我也就们能够是可以，去买什么？扎扎干样要买的东西在商店哈。好，这样的话就 OK 了哈。matna 哈，好，很好，好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哈。对，按照消失了哈。好，我们继续看哈。好，我们看下一句哈。也可以到邮局存钱、领钱、寄信，哈，所以它这个存钱、领钱、寄信这3个动词，哈。所以这种记法，这种句子是最简单的，就按照它的顺序翻就可以了，啊。老师那个要写了。那多啊，那多这个一下写这么多哈。好，伊拉古比啊，我们看一下哈。好，你们先翻哈，我看一下这个那多翻的上一句了哈。Airaku pizakayan to masa maanay alalusitan uyofeng ato pipa isingan。哦，你这个是下一句了哈。好，好，Airaku pi 啊，哎，不对啊，这个到底是哪一句啊？哦，这是哦你改的那个哈，第一就是这一句了哈。好，好，Airaku pizakayan ato masa maanay 哈，那里有商店。邮局还有医院在那里啊。给它过被把这个样好，可以了。你用词组的概念哈，所以这个比这个样都哈就是商店哈，可以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哈。你这个词组哈，比这个样都嘛什么来啊，那如其他这个就不是商店的概念哈，就是说它有点是类似这个。就比商店的概念还大啊，就是类似超市，哈，或者是百货公司，哈，比这个多嘛什么那样阿拉鲁西蛋，什么东西都买得到。那有些商店它不是，好，那个那都没问题吧？这边你是哪一个？
这边你是哪一句？啊，你是这一句哈，我是刚刚爱哈。啊，你是用这个啊，是刚刚爱。啊，好。沙刚刚爱呢，它就是说因着可以买哈，那就是比较方便哈，让我们可以哈，达拉比扎盖样哈，阿米扎盖都马萨巴奈拉鲁斯干哈，也是一样的概念哈。你的这个商店的概念就是说，是什么东西都买得到的啊。好 ，OK，好。老师，你刚刚讲的玛莎玛那玛莎玛玛那阿拉鲁西蛋，就等于是超市吗？玛莎玛玛那就是各种什么各样什么的嗯，的东西器具。对。如就是果说我这个概念们如果是要叫我们翻那个什么超市的话，可以用这个来写吗？啊，对啊，超市、超级是市场嘛。对对对，就用这个可以吗？啊，对，玛可以，那阿鲁西但是蛋它也有那个就是百货行，百货的那个百货行嘛，百嗯货就是很多东西都买得到嘛。那哦商店的话不一定啊，商店哦，它可能是什么商店极卖什么，限有没有？这个极限，啊，对，那玛莎妈妈那样来的鸡蛋就是可以说各是百货种各样的，啊，当然也可以说是超市、百嗯货公司嗯，啊，它有这个概念在哈。嗯，嗯，好，来这个可以到邮局存钱、领钱、寄信哈，来，这个应该不难哈。哎，现在那个问题就是也，看看你们翻得到吗？可以到邮局，啊，到邮局存钱啊，到邮局存钱、领钱、寄信，可以到邮局存钱、领钱、寄信，也可以那个也哈。好，书签翻好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啊。Mga ay kita minaang ami ara to peso atau pati kami iuving 哈。好，mga ay kita 可以哈，我们可以哈。那个这边没有主词了哈，所以 kita 不要哈。mga ay minaang ami ara 啊，取钱领钱没有问题，多白数atau pati kami 啊iuving 啊，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差什么？这个也啊，也没有翻到。好，试看看哈，也要怎么翻哈？好，品杰，哦哦，好哦，哎呦，品杰啊，真是厉害哈。不过你这个一度哈，就有点是北方的这个哈，北方的哈。那南方会讲什么？啊，度就可以了。哦，好，好，mga ay ito may hubot 哈，度啊，用 hubot 很好哦，这个词哈，hubot 啊。好，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 hubot 跟 naan 的差别哈，当然都是纯哈，没有问题。好，多掰数。米粒掰数好，也可以去提前哈，就是用词缀的概念去说啊。度巴迪嘎米有变哈，很好哈。好，这个度好一度哈，那度呢基本上哈，mga爱度也可以哈，mga爱可以，mga爱度，所以那个度
基本上有也的意思在哈。啊，mga ai ho 也可以哈，ho mga ai ho啊，may hubad do by su may li by su atau patikami yufing 哈，用 do 用 who 都可以哈。这个也就有翻到了哈，很好哈。好，好，秀兰的哈。Yufing matengay tu may super tu pita may ala tu peso atau patikami 哈，好，基本上没有问题啊。再有举哈，matengay tu 哈，matengay tu 哈，有2点呢。没有关系哈，对，那个就是那个在技法结构不是很重要哈，因为那是你个人的表达哈，就是说拉长音。其实我不建议拉长音摆在文字里面哈，因为所有的读音哈，就是随个人的表达方式拉长、简短或减音，所以我不太用那个符号哈，不太用那个符号。但因为现在这个研明会它有用啊，你用是可以的哈。好，Yufing 再有举马登爱可以也可以啊，马登爱都misubet 哈 subet。你这个字应该是 misubet， 应该不是 T 哦 misubet 是 D 哦，应该是 D 哦，你确认一下。misubet 哦 misubet 哦好对。好，等一下我也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不是 T 哈都 bisa 啊 misubet 啊 misubet 都 bisa mi ala 都白说都patikami 这基本上没有问题我看一下还有那个拿多写好了没有？我拿多也写好了哈。misubet 是开会。是哦。会议 subet subet 它的一个字就差这么多啊，老师。差很多哦，差很多哦。subet hubet 那边改成 T 的话，它就是开会会议哈。你查一下那个单词，你应该是 D 哦哈。我们爱nomita tara Yufing ami Zuging 好，除金就是这是日本介绍mi Zuging 哈。好，没有 put 哈，没有 put 就是拿下来哈，没有 put 比大都把 put 都的干咪好，你都是用词组的概念哈。我妈妈爱哈，我妈妈爱好，那当然就是说那个安若呢，你的问题也是在这里哈。我妈妈爱后后，我们应该是用后比较好哈。我妈妈爱后也或者用 do 都行我们爱好nomita tara Yufing ami Zuging ami put to bisa atau buffer to di kami buffer 飞可以哈。这个大概你是大概看到很多的大概用 buffer to di kami， 但是我跟你讲，你讲 buffer to di kami 很多老人他会听不懂。di kami 是最简单的di kami 是最常用的构词法当然这 buffer to di kami 就是像飞鸽传书的概念飞鸽传书大概有这个概念buffer to di kami 那老实讲，当然也不是不通了也是可以了但是老人家会听不懂真的buffer to di kami 你去试看看，我们那过的 buffer to di kami di kami 他们就听得懂了好，这个是我有时候我在跟老人家聊天的时候，我也会用这个。哎呦，哇，他说听不懂。好，这个你刚刚那个迷糊不，它那个也是属于纯吗？迷糊不，品节是纯是吗？迷糊不这个品节这个迷糊不，它这个也是纯吗？
对，它跟 H 跟 S， 我们很多单词 H 跟 S 都是对应的。米苏贝哦，米糊笨都一样的。都一样的意思哦。哦，现在是一样了，但是我的解释还是不一样了。我跟你讲，这个音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它意思就不一样。好，就好像那也是存的意思哦，存放对的意思。比如说习茂，你是习茂还是习茂？习茂，对不对？好，也就是说，你会用习茂 S 的通常是北方，会用 H 的都是南方。南方是这样啊，哦。对，米习茂，哎，但是这个两个意思是有差别的那差在哪里？啊，苏贝它在 H 跟 S， 对，那叫废话。好，我打个比方了哈，反正我打一个字哈，哎，比如说，反正我们顺便来那个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哈。当然，我现在就是说一直在解很多单词哈，它的意思哈，那也解开很多东西哈。那解开一些东西呢，就是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哈。但是这是我自己解开的，那你也可以反驳哈，就是我们要讨论哈，到底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南北方的单词有很多是 H 跟 S 是对应的，你可以找非常多哈，很多的 H S。那 S 呢，通常是属于舌尖型的发音，就是它是往舌尖跑的，所以通常是北方。那 H 是喉咙音，所以通常是南方。啊，我们南方的音呢，喉咙音比较重。那因为你们是舌尖，就是舌头往前的是平的，平舌，好，所以通常会发成 S， 比较不会发成 H。好，这个单词对应的非常多哈，你可以去找哈。好，那我现在讲一个单词哈，比如说很简单，当阿萨，到达，当阿萨叫到达哈，但是可能这个字你们不知道，当阿哈。当阿哈，你可以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当哈，它就是 S 跟 H 的差别，可是这个两个单词就差别很大了。有没有人查到当阿哈？大家都知道当阿萨，当阿萨就是到达，当阿哈抬头露脸，露脸，对不对？抬头露脸就表示什么？当阿萨到达，我说我到达了，但是我们没有见面，叫到达，当阿萨。那当阿哈是什么？你看到我到达了，那个叫当阿哈哦，抬头露脸哦。当阿哈其实也是到达，但是是看见的。当阿萨是到达，但是你看不见的啊，我到了，但是没有看见人。了解我的意思吗，品杰？所以这个两个字原本是一样，但是当阿哈现在变成是什么？抬头露脸。它真正的意思也是到达，但是到达之后，我抬头露脸给你看了。那当阿萨呢？当阿萨都够，我到了，但是我们两个没有见面，没有见到面，可以理解吗？可以。好，所以我的意思 ，hobut 跟 subut 呢，一个是说表示什么，这个存的东西我是看得见的，另外一个是看不见的。不是习貌照顾，黑帽是什么？黑帽是我亲自照顾，习貌呢不一定是亲自照顾，可以理解吗？还不行，没有关系哈。所以我们的音哈真的是非常精准的，它的变化呢不会是乱说的，不会乱写。那我现在一直在整理这些东西。好，当然这是我自己在自圆其说了哈。那我们大家也都可以互相讨论哈。好，这是题外话了哈。那现在要讲的是说 hobut subut 哈，那 hobut subut 都是储存。但是这个储存是不能动的，
那 on 是什么？我随时可以拿，放在那里可以拿。那 on 有点像 delete 一样，放了之后我可以拿，但后不是什么收起来，就是你不容易拿的啊，不容易拿的那个叫 hubert 或者是 subert。好，那我这边要讲的概念是在这里哈，那 on 或者是 anon 哈，那个拿到他刚刚就用那个 anon 哈，这个就是一个换位词哈。好，我们再一句哈，来，如果生病了可以到医院看病啊，这个都一样哈。如果生病了可以到医院看病，好，来，我们再把这一句哈。生病啊，如果生病了可以到医院看病。老师，嗯，刚刚那个提前有没有去邮局提前？除了不是赌白记，可以用那个吗？米的发赌白记。你的 fast 哈，嗯，你的发老实讲，就是说我比较常听见的反而是 mid fast， mid boot 比较少。好，比较少因为我刚刚问爸爸说是米的 mid 发， fast，对不对？没有错。然后我有问他把 first 赌 d 咖米，他说哦，继续拿讲。表示它的概念很好，但是我问很多老人哦，真的听不懂嘞。可是我的阿嬷，因为我会用把 first 是因为阿嬷有讲过啊，不是，对，我所以把 fur 就是说它的概念比较好，就是有些老人他的概念没有那么好，他没有办法理解 buffer。buffer 就是我讲的飞鸽传书嘛，哦，了有没有解。这个概念？但是他没有，他就听不懂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明白了哈。而且好，我们看一下那个那个秘书不是自己收起来吗？自己存起来。对啊，问题是，当然你如果说要吹毛求疵的话，那真是要讲咪巴苏不，是不是？要咪巴苏不，要咪巴苏不，好，它是标准的，这个翻译我才会给你满分。这是苏不就可以了，出钱好，没有问题。咪苏不咪巴苏不更好好，因为那个钱他自己不会动作，是不是？是要你去做好，所以用八用八的话更精准哈。好，品杰不错哈，看一下，基本上这个都是短的句子了哈，应该基本上如果说单词 OK 的话，基本上都是 OK 哈。好，ano alala tu， 好，mga aya paising i paisingan哈，好，就是说，如果说按照我们的口语呢，那个品节后面再加个一更好哈。ano alala tu i mga aya paising i paisingan，更好，就是这个更口语化哈，因为这边没有什么主词的概念就是按照那个翻译就是完全正确mga aya 百姓i 百姓案加个一好，因为一的功能不是只有什么呢？它主要的功能是，就是我讲它是一个子句的分割词，停顿然后后面是可以强调所以这个一的功能是在这里哈。
好，我们看一下秀兰的哈。基本上大概都不是很大的问题了哈。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翻的正确，我们是不是要翻得更精准哈？把那个每一个音啊跟字哈，阿努阿达达都啊，马登爱啊，达拉百姓啊，那百姓也是没有问题哈。那就是说，阿努阿达达都，阿努阿达达，那个对，你那个你是一度吗？会加一吗？一度，阿努阿达达一度。哦，也可以呢，一啊，不度，是有可以，你们应该是要这么说，嗯，这样的话才是你们男士的口语啊。那一度，因为我看的文章大概都是这样子哈，这样会更好哈。好，好，苏贤哈，苏贤大概也是差不多了哈，也是就是那个一好一啊，就是说这个比较口语了哈。就是在记法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就说按照可以，阿诺吉阿达纳都一哈，那你是用吉阿达纳呢，也不是不可以哈。好，mga aya百姓一比百姓按哈，阿诺吉阿达纳啊，这个用鸡呢不是不对哈，就是就是他说如果有病的哈，如果有病了，如果生病的啊，基本上它的概念差那么一点点了。如果有病了啊，那如果是生病的话，应该是阿达纳就好了啊。阿达纳本身就是一个病啊，生病的病啊。阿努吉阿达纳读如果有病的哈，因为那个都就是热哈。阿努阿达纳读好，阿努吉阿达纳读啊也可以啊。那你强调这是有病哈。好，那都要是名词还是动词？阿达达哈，阿努阿达达读阿努阿达达嘎古阿努阿达达嘎古，他是阿努阿达达嘎古所以它是动词。好，哦，好，好，就说你看，你就说你要确认它是不是动词，你要把主词加进来，好，那会更精准啊。阿努阿达达嘎古那阿达达嘎古有没有？我生病有没有？所以阿达达本身就是它可以变动词，也可以变名词，取决于在什么？它在主词的前还是在后？可以理解吗？那个苏贤，可以这。个关键在估。好，阿达达嘎古，如果我生病，你看嘎古的前面是，所以他是生病，并不是病哦。如果是哈迪拉古阿达达阿古古阿达达阿古，我的病有没有？那个病就是名词了，有没有？所以取决在估的前还是估的后。好，好，好。所以这个我看一下哈。秀兰俺说的俺说的还没讲哈，等一下。阿达达一好。如果病了，如果生病了，如果生病呢，这个并不是热哈。如果生病呢，这个只能翻成呢，并不能翻成都不能翻成热哈。马阿呀达拉百姓啊的百姓就是这个那最好就是你还是加都会比较好哈，加都加都。好，这个秀兰给他阿努阿达达都马登爱阿达拉百姓啊那百姓好，没有问题哈。
但是那个秀兰就说你最好还是多看你们那个男士的哈，就是差别不是很大啦，就你们的尾音哈，你们的音就是前面跟后面会不太一样，就是跟我们那因为你都是你都是住在哪里哈？你是台北还是新北？现在住桃园。哦，桃园哪里？桃园八德。八德哦。八德阿美族比较少了，平镇哈，平镇比较多。平镇比较多，啊，平镇比较多一点哈。那如果说你要最多的是在那个叫什么？族啊。扫袜子知道吗？知道啊。扫袜子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什么去？大溪那边。对，大溪。还有垦丁大溪的阿美族部落啊，大概是教会也多哈，教会也多，阿美族的教会部落，还有它整个只有一所。好。当然，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混合区了哈，混合区。如果说桃园的话，你要找恒春阿美族，你要到龟山。龟山呢？幸福力庄知道吗？在龟山幸福力庄。不知道呢。不知道哈。那个房子已经很老了哈。是。我以前调查的对象就在那里，在桃园幸福力庄。不过我调查我的那个舅公已经不在了。他当过桃园的阿美族的头目。桃园县哦。总头目对，他叫潘德贵。认识哈，他的名字应该阿美族大概都知道。对，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就专门记他的音。记他的音哈。但是我的舅公是我外婆的表弟了。潘德贵。好，所以你看我到很多地方去做调查哈。好，那我这边还是强调就是说哈很多中文结构就是说你可能有时候不好翻，我们现在翻的都是算是属于中高级的内容哈，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第9阶的第4课嘛哈。那下一个，这当然你也可以参考现在翻译的哈，但是我是希望我能把你调整到它的记法结构跟中文是一样哈，会更好哈。将来如果你想要朝翻译的话，会更好，会更精准哈，更精准。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就是未来翻译是个趋势，因为我们所有的认证题库都是翻译，都是从中文翻过来啊。所以要讨论一下哈，就是下一个阶段是不是要提升一点，还是怎么样，还是维持？好，那个苏贤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就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嘛。